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哥林多前書13章1至13節。我若果能夠講萬人嘅方言，並天使嘅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咗鳴嘅鑼，響嘅鈸一樣。我若有先知講道嘅能力，亦都明白各樣嘅奧秘、各樣嘅知識，而且有全備嘅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唔得係啲乜嘢。我若果將所有嘅嘢都周濟窮人，又犧牲自己嘅身體，俾人當作係祭物焚燒，卻沒有愛，仍然與我係冇益嘅。愛係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係不嫉妒；愛係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嘅事，不求自己嘅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嘅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愛係永不止息嘅。先知講道嘅能力終必歸於無有，講方言嘅能力亦都終必停止，知識亦都終必歸於無有。我哋而家所知道嘅有限，先知所講嘅亦都係有限。等嗰個完全嘅嚟到，呢啲有限嘅就必歸於無有啦。我作孩子嘅時候，講嘢好似孩子，心思好似孩子，意念好似孩子。既然成咗人啦，就將孩子嘅事丟棄咗啦。我哋如今仿佛對住鏡咁觀看，模糊不清。到嗰個時候就要面對面啦。我哋而家所知道嘅有限，到嗰個時候就全部都知道，就好似主知道我一樣。而家常存嘅有信、有望、有愛呢三樣嘢，其中最大嘅係愛。有一對啱啱做咗父母嘅夫婦收到送俾 BB 嘅禮物，佢哋好感激送禮物嘅人，所以個媽媽就選咗張感謝卡，寫咗啲感謝詞之後準備寄出。但係呢一張感謝卡被夾喺成堆嘅文件當中，始終都冇寄出，之後被遺忘咗。送禮物嘅人一直喺度等，但係就冇收到任何嘅回音。收到禮物嘅家庭就以為嗰個感謝卡已經寄出咗，而送禮物嘅家庭因為遲遲未收到回音，而感到對方怠慢咗自己，於是大家之間嘅嫌隙就不斷加深。無意之中冇寄出嘅感謝卡，呢個失誤就令到送禮物嘅人感到被輕慢、忽略、唔被感激。喺我哋重要嘅用詞當中，有兩個字就係謝謝。雖然感恩好重要，但係感謝仲有另一面，就係我哋送人禮物唔應該存有回報嘅動機，甚至乎唔需要求一聲謝謝，因為真正嘅愛係唔求回報。正如哥林多前書13章4節所講，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咁樣絕對唔係要表現自我，咁樣係即使其他人忘記對我哋嘅恩慈表達感謝，而我哋以愛仍然唔計算人嘅惡。咁樣感謝嘅另一邊所表明嘅清潔嘅心，正正反映出神對我哋完全嘅愛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知道真正嘅愛係唔會附帶任何條件，就好似天父你對我哋完全嘅愛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去感受到主你嘅愛，更加學識以你嘅愛去待人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愛的真諦。